次神諭卡同塔羅牌有乜嘢分別呢？其實兩款牌占卜嘅過程同技巧係類似，只係功能同結構上佢哋就會有唔同。到而家為止最受歡迎嘅都仍然係韋特塔羅牌 Rider-Waite Tarot， 喺1910年創作，已經有110幾年嘅歷史。塔羅牌有78張、22張主牌同埋56張副牌，即係風火水土4個元素，每個元素14張牌。韋特先生將卡巴拉、煉金術、占星學、靈數等融入塔羅牌嘅設計，嚴謹嘅系統令占卜有極高嘅準確度，同時亦都係潛意識嘅一面鏡子，令我哋了解心態同埋調整自己。所以上個世紀80-90年代 New Age 新時代盛行，令塔羅牌更加受歡迎。全世界不斷創作各種版本款式嘅塔羅牌，越嚟越多人用塔羅占卜。但係亦見到部分令人不安嘅牌，例如死神啦、高塔、寶劍10、寶劍3等等。於是不同嘅作者，其中最出名嘅 Doreen Virtue 發明咗非常多強調正面信息、鼓勵、療癒同指引嘅天使牌。由於設計好靚，印有文字嘅天使牌極易上手，國際間十分受歡迎。百花齊放之下，更多嘅作者創作其他嘅主題神諭卡，例如獨角獸、美人魚，或者以不同嘅主題，例如愛情、人生使命、前世等等。天使或神諭卡同塔羅78張唔同，最常見係44張或者50幾張，通常未有嚴謹嘅結構，所以占卜嘅預測準確度，塔羅牌會更勝一籌。但如果用神諭卡配塔羅牌，占卜準確之餘，仲可以俾到一個建議、方向同療癒俾到問卜者，就會更加全面咁幫到問卜者啦。你哋仲有乜嘢問題想了解關於塔羅牌或者神諭卡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見，記得追蹤我 Manny，拜拜。